继续来看台中一个47岁乡亲有高血压糖尿病，是听人的介绍，一年开40多万买保健品来代替着药啊，食物件嘛拢无进去，结果是中风，差一点也无命。配合福建市景区，专心伫咧做真侪种的动作。47岁黄先生进前做工课做到一半，休养倒病半岁，无法度自力，有休困嘛无较好，就要送去病院治疗，才发现是脑中风。就突然间就觉得左手左脚就突然间就不听我的话了。医师讲，因为黄先生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若无照起讲伫咧食药法，佮听朋友的话，一年开40多万买保健品，食物件无咧呛喙，才脑中风。加在当时有接受治疗，甲血甲清掉，才恢复健康。例如说，跟你讲，这个可以降血糖的健康食品，跟这个可以降血糖药品，那个的药效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医师讲，市面上有真侪健康食品，可以当改善镜头，不过健康食品绝对不是药化。呼吁民众，人若无爽快，爱紧去医生看，才会轻症变重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